欢迎收看南翔知天堂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拜托告诉郭雅堂。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呢是星座。你被说是某个星座有什么刻板印象的时候，你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？首先呢，这一集我们先讨论的就是火象星座以及风象星座。火象星座有牡羊、射手、狮子；风象星座有天秤、水瓶、双子。好，谢谢大哥。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双子。人家都说双子座就是很善变，然后没有耐心，然后有双重人格，你觉得嘞？确实是这样，没错。善变就是双子座的特质，然后没耐心应该就是，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蛮容易嗲的，脾气不好，对？就比较急躁啦，尤其是对自己重视的事情跟事物，就觉得快，到底在拖什么？那不重视的就还好啊。你觉得你有双重人格吗？我觉得有，我有时候会很像老人家，讲话就是很世故这样，但有时候又很幼稚，就是那个反差还蛮大的，确实是有这回事。就是娱乐大家，让大家轻松一点，因为拍戏要8点档压力很大。好，谢谢。我可以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吗？还有双子座，你不要看我大哥平常呢好像一本正经，结果呢，我告诉你试一下，我们在排戏的时候，真的有机会，你们赶快上网申请小编给你们看排戏片花，真的是好笑到爆炸，跟本人在电视荧幕上面的形象或在唱歌之后完全不一样哦。他超级会讲的话，很好笑。